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呢個新嘅節目頻道街坊有話，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街坊陳。我呢個新嘅頻道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些城中熱話啦，同埋用一個不同嘅角度睇下呢個國際時事政局。好啦，咁第一集呢，就同大家就探討下一個近來應該同各位市民呢都息息相關嘅一段新聞。咁就話說呢，就喺今年嘅2026年1月26日開始，咁就全港嘅巴士都要強制性戴呢個安全帶。如果你冇戴嘅話呢，咁就恐嚇你要罰呢個5000元，同埋坐3個月監。咁點解會話恐嚇呢？咁就咁講嘅，全世界呢就冇一個地方冇國家，就因為你唔戴安全帶呢要坐監咁大鑊嘅但係香港政府呢就好神武啦就將呢件事呢，唔戴安全帶呢件事呢，可以升華到去坐監，就算呢喺國內呢都不會需要去到副刑責咁誇張嘅。但係又好得意喎，喺1月30日，我哋一位月薪38萬嘅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小姐，咁就將呢件事用咗一句說話就去 back down 咗啦，就係話情況不理想，咁就暫緩咗呢個法例啦。嗱，點解要強調呢38萬呢？因為作為香港人，咁而家呢個勞動力市場呢就好現實嘅，咁俾得38萬蚊你一個月，咁即係圍起你如果周末你都有人工鬥嘅話，即係放假都有人工鬥嘅話呢，佢係鬥緊1萬幾蚊一日，咁呢，我相信大眾嘅市民呢都 expect 佢呢，就算冇一啲豐功偉績，都唔會做啲好賊嘅事出嚟嘅。嗱，當然咁嘅。呢個法例呢要 back down 呢，咁完全係冇問題嘅，因為全香港人都知道呢個法例呢肯定就係擾民㗎啦，而且合理性不足。但係我哋從呢件事睇咗呢，一樣無稽嘅事情發生啦，就係政府當我哋立法嗰陣時候，原來佢哋咁多議員或者經過律政司，原來出嚟一個法案立例之前，原來係可以有啲嘢睇唔清搞唔清嘅。點解呢？原來呢條法例嘅重點係只適用於1月25號新登記嘅巴士先至 apply 到呢條法例，咁就好奇怪啦。即係換言之係乜嘢啊？1月25號之前登記嘅巴士，你係就算喺巴士度有安全帶，你都係不需要戴，而不會受到懲罰。即係我頭先講嘅5000蚊同入獄3個月。咁其實一個人一個乘客上嘅巴士，佢唔會知道架巴士係1月25號之前登記，定係1月25號開始登記噶嘛？係咪？而且另外一樣嘢就係九巴、龍運、城巴同埋新大嶼山巴士喺1月25號之後呢係冇登記過新增嘅巴士嘅。換言之，其實而家香港任何嘅巴士你上去不戴安全帶都係冇問題噶啦。咁除咗政府喺呢個審視技術嗰個不足同埋漏洞之外啦，另外就我想問一問呢位陳美寶運輸及物流局局長，其實佢立呢個法例之前呢，佢有冇自己會 on site 即係落啲社區呢，搭翻幾轉巴士呢？嗱，我相信佢應該可以 claim 翻得錢嘅。都係幾蚊10零蚊嘅啫。當然佢平時唔會搭啦，因為佢老細都坐噶，O7係嘅，我見到佢應該自己應該政府都有車有司機俾佢嘅。咁但係當你立一條咁即係同大眾市民咁息息相關嘅法例，咁會唔會攞落 on site 我去睇下宣諸降貴，睇下一啲民情咧，即係哇，想走幾轉坐喺個巴士度，喂，望一望有冇一啲大肚婆啊，或者老人家啊，帶住小朋友嘅媽媽，或者可能體型比較肥胖嘅人士啊，即係可能會唔會觀察下佢哋喺體能上，佢有冇有個條件可以好靈活去 fulfill 到佢呢一條法例咧？另外一件事咧，就係應該好多香港人都知道噶啦，應該咁東張新聞都有播嘅，咁就有一位陳姓嘅先生喺早上咧
翻工嘅時候咧就搭一架795X 嘅巴士。咁啊，當然啦，懷着滿心歡喜嘅心情咁啊上巴士之後，就用一個謹慎嘅心態去帶翻條安全帶啦。因為你唔帶嘅話，隨時3個月嘅喎，即係最高刑罰啊！咁就帶好安全帶，坐定粒六，咁啊休息下，咁啊準備就懷住一個開心嘅心情落車翻工噶啦，準備翻公司咁樣樣啦。大鑊，開唔翻，鎖住咗，壞咗個安全帶。咁安全帶壞咗咧，咁冇辦法啦，咁梗係叫救命啊！嗱，叫救命，咁啊搞笑啊，呢樣嘢，叫咗救命，咁咧最後咧就嚟咗16個消防員、4位醫護人員，好大陣仗啊！真係，我覺得咧醫管局咧同埋咧消防局咧，就咧其實心裏咧就同佢玩大佢嘅應該。嗱，正常咧，其實一個人咧，如果咧俾條安全帶咧就咁箍住咗咧，嗱，我相信咧就唔需要動用咁多人嘅，因為你都唔係一個即係一個講真啦，一個輕微嘅交通事故都唔需要咁多人嘅。但係我覺得你當陰謀論又好啦吓，醫管局同埋呢個消防局覺得，哇唔掂喎呢條例，如果真係行得通嘅話，你而家香港你唔係100%喺巴士上邊嗰啲安全帶都係 work 噶嘛？正經一唔 work 又報警叫救命，一唔 work 又飆告救命。喂，邊度有咁多醫療人員？邊度有咁多消防人員啊？邊度有咁多人執勤啊？所以其實我覺得咧，佢呢兩個部門咧，我諗咧，其實可能有心啊玩大佢。喂，俾你睇下，喂唔掂喎咁樣樣。如果有咁嘅事發生，喂，全家總動員噶啦。你有冇咁多人力物力資源搞掂先？係咪？咁朝頭早咁多人返工，咁咪一朝早就到19區都 B 部噶啦噃。個個一俾啲安全帶一鉗住，咁啊嗌救命噶啦，咁冇辦法一定嗌救命噶，佢都唔想噶，咁走唔到啊嘛，咁返唔到工好大鑊噶嘛，大佬，香港地而家返工最緊要噶嘛，係咪先？而且咧，我想講嘅係，嗱，如果呢個原本呢個新嘅立例啦，佢安全帶嘅收益嗰個成效啊，係高嘅話，其實我覺得冇問題嘅。但係咧，睇翻政府公布過去4年嘅一啲數據啦，喺21年到24年呢4年裏邊，小巴同埋巴士咧嘅發生意外嘅死亡人數咧，大約每年為9個人。如果以巴士為例，70%嘅死亡人數都係企位嘅，並不是坐位嘅乘客。但係而家講呢個法律咧，呢個新嘅立例，原本想立呢個法例咧，其實針對咧係坐位嘅。其實佢嗰個重點係落錯咗嘅。咁當然因為你企位政府佢唔可以立例做到啲乜嘢噶嘛。咁唔通即係誇張啲咁講，唔通話企位嘅人要去用條安全帶綁住條柱度咩？或者巴士以後係唔俾企位咁即係冇可能噶啦，因為你巴士都唔夠啦，點會巴士唔俾企位啊？係咪先？所以我覺得我感覺上係政府係喂，佢既然有啲地方做唔到嘢，咁就夾硬就揾啲嘢搞佢落個重心都落錯咗。另外啦，我哋嘅特首啦，都用咗一個好教導式嘅方法啦，話俾我哋大眾嘅市民知道啦，喺好多嘅國家都已經係立咗法，係需要強制性喺巴士上面戴安全帶。
但係咧佢咁樣講咧，其實就並不全面嘅。嗱，以倫敦為例嚇，倫敦咧係一個城市，嗱我哋香港都係一個城市。喺倫敦呢個城市上邊咧，佢哋嘅巴士咧係當為一個特別嘅場景，係並不需要帶安全帶嘅。但反而如果佢上一個高速公路，即係 highway 啦，咁就需要啦。嗱，我哋香港嘅城市，我哋當然要同翻一個城市去比較啦。嗱，London 係一個好好嘅借鏡啦，甚至都可以同澳洲比，你甚至可以同深圳比嘅。深圳嘅巴士上邊都係冇安全帶噶，因為我哋係城市啊嘛。城市我哋講求咩啊？上落要快，要高效率，而且我哋喺城市裏邊，我哋嘅車速係有限嘅，我哋車速有限嘅，所以咧嗱，政府咧而家咧就即係其實冇嘢揾嘢搞啦，我覺得就因為你唔通搞失業率咩、經濟咩嗰啲啊，嗰啲嘢盡量美化啫。咁呢啲嘢美化完之後，咁冇嘢搞要揾嘢搞噶嘛。如果你真係想搞呢啲嘢，咁我俾個建議你啦。嗱，盡量就唔好擾民先啦，即係好擾民嘅。你搞呢啲嘢出嚟，雖然今次咧就冇發生任何事情，但係咧就唔好再揾香港人嚟做白老鼠啦。咁我俾個意見你嘅。咁如果你真係咧，真係為即係市民安全着想啊吓，不如咁你諗下啦，即係可唔可以話，真係夾硬諗㗎咋吓？喂，係咪真係喺啲高速公路啊，先至強制性要好似台灣咁啊？喺啲高速公路啊，先至某些座位啊，先需要帶安全帶啦或者做一啲宣傳咯，軟性少少嘅政策啦，係咪？盡量唔好搞啲咁擾民嘅事情啦，好冇？而且咧，我個人而言咧，我覺得一般嘅巴士咧個安全性都好高噶啦。其實巴士咧，其實嗰啲巴士師傅啦，佢哋都係打工嘅啫。其實佢哋嗰啲大公司都有一個好好嘅章程啊，俾佢哋噶啦。佢哋根本一般發生嘅意外嘅機會率當然唔係冇啦，都相對較低噶啦，係咪？反而你小巴真係有啲唔同啦。有啲咧，其實有啲小巴有啲路段咧，真係嗰啲小巴師傅咧，真係好似頭文字 D 咁樣嘅，差唔多未甩尾嘅啫。咁你嗰啲唔係再監管下佢哋嗰個車速咯，係咪？你巴士嗰啲好難搞㗎，你叫人哋你咁樣，你香港要搵食嘅啲人，大佬人哋除唔到條安全帶，落唔到車，返唔到工，喊嘅大佬，要搵食㗎嘛。最後咧，我想講嘅就係一條新嘅法例啦，咁嗰個好苛刻啦，咁就如果衰咗嘅話，就5000蚊就坐3個月，冇帶安全帶啫喎，咁我以翻呢個同一個標準，一班高官高薪厚職有一條撇屎出嚟，就擺明好明顯咧，個法例咧就冇好好咁審核過，咁亦都肯定冇做調查啦，咁推出嚟去擾民。咁我想問呢班官員咁需唔需要坐呢？當然肯定係唔使佢哋坐噶啦，天之驕子嚟噶嘛。但係就算你唔使坐，但係你需唔需要有一定嘅問責呢？係咪而家就係有問冇責嘅呢？係咪？如果叫你跟翻國內嗰套因為而家你香港都好盛行跟大陸噶啦。咁你如果呢單咁嘅嘢呢，一定係問責制嘅，係咪？但係而家香港好得意喎，佢啲呢。衰嘅嘢咧就學足大陸，好嘅嘢咧就唔學大陸。我覺得問責制呢樣嘢咧，對香港呢班官員嚟講咧，肯定係好嘢嚟嘅。但係而家咧喺香港嘅情況咧就係好似陳茂波咁樣，即係呢一位嘅陳美寶嘅頂頭上司啦。對呢件事嘅態度就係一句說話講完，認真對待，做好工作。哇！你而家大佬兩位都係高官嚟嘅喎。搞鑊捉出嚟，你好多資源可以 support 你做好多嘢嘅，但係連好最基本，即係大陸成日都講一句啦，研調調查，即係立一個法例都出去做下一啲相對嘅一啲 on site 嘅一啲 research 啦，係咪？都全部冇做。
咁一句說話咁就卸晒膊噶啦，咁就冤。喂，咁我哋香港市民唔係白老鼠嚟噶嘛？我哋下次又諗個新嘅 idea 出嚟，因為我哋而家啲經濟你又唔識搞噶啦，咁你肯定搞屎棍噶啦，你搞屎棍肯定揾呢啲嘢嚟搞噶啦，下次又唔知搞乜嘢啦。喂，你大佬香港市民，喂，真係唔係咁得閒同你玩咁多嘢啊，實際少少啦，有啲建設性嘅方案出嚟啦，有啲建設性嘅政策出嚟啦，好冇？唔好揾香港人做白老鼠啦。所以咧，希望特區政府咧借此為鑑啦，有適當嘅問責，同埋喺以後立一啲新嘅方案或者法律出嚟嗰陣時咧，就諗多一兩步啦，深思熟慮一下，或者調研一下啦，落市場就安西走翻幾轉啦，好冇？好嘅，多謝各位，多謝大家收聽我嘅頻道，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 同埋建設性留言俾我，多謝大家，下次見，拜拜。